ma jama nga ta punya do zo te ka chi du na ma nga sha ji du nga lo bi jama nga lo wo nga mi ka ne nya ma phi la ma la so bi nya si le ma si si di do la ma nga lo wo ma nya ji sha ma nga lo ma to sin ti ti kwa nya ma jama nya ni zu si ma nga ji sha ma si si di do la sa na ma nga lo hallelujah wo nga ba nya ka cha li te ka ma ja la ngwa ka cha li te ka nu de he la ngwa ma nya nu de ga ma shi shi你做什么这么忙啊？你啊，可吃的你是什么的？可你们说的是你，这么这么了？这么啊，你忙这个干呢？那在这么是这什么是的做了是那么？俺喽，有么没经验就过去了。这么马是大不呢？那最一个天，那下面木嘛都，那一说这里最主要天呐，那下面木数嘛哦，就里边嘛呢，是些土这么的，日子木家子嘛，根本不都，俺喽，我呢。下面每个个呢吃个瓜嘛，一十几瓜，有啊头提出嘛，我这瓜啊没，这是啥嘞？不个大么的，老嘛了，他妈的，因为我嘞呀，马苦肉马大嘛，啊，苦肉大不呢？那样我意思在这个天呢，马吃嘞呢，我最嘛做，我最觉得呢，我下面皮养我嘞别嘛就，我嘞别点啊没，他妈的能发着我的，那样肉巴郎。有几家是最嘛周边白天呢，有几家的故事有那个就这么没的，我意思在听你过边什么吃的你最什么周边不呢？有几家的个这么了，那是不都个，是怕意思就这么100口嘛的嘛不都，人家你那么严不？俺们有不知过边容易都有了，有呢几家最热天呢，有最高个是，有嘛这什么啊记得。是哈个那么，我三年哈里波嘛被几什么个了？俺们的话，有这些最热天呐，包括的最个过嘛，不都最热那干嘛哦？我那个没，马热不呢下面皮啊白嘛嘛啊，马热不呢，一旦马着都抓了，热个天呐，马着都没着，这关键下面没说的有吃个天呀，下面皮呀咯，下面在这我们那么热天里边的嘛，下面也挺吃的，包括吃嘛皮。我那个没，最热嘛，过边年生啊，马着嘛，过边一个嘛，俺喽，有可是六天这过来过冬夜的，也是里不最热他不呢，因为我在马着嘛，啥去可都过边理解着了。我听到俺们一发现一米个嘛，一屋里的啥可都不啥里个了，最热个的打来了。我们那边也是里不俺们我啥在坡多的，因为我在阿多福多了，就是土着了。在这我查过热的，因为我在阿多福土点嘛过边大理那么吉利福都是福比都是拍的光个，我们在路数大量可是六天这过来过一次里不吃个是最热是好多是我吃不个是，不出来拍过来就个是，这过来里吃过里吃，我那个没有我在上面皮也老别嘛就，这个了都吃去吃过边，里吃过去一年的，里吃过10个里数过去做呢。我说在坡道嘛，不都有我包括的在10个里怎么了？我那边有我下面呢，有我那边的嘞，有日期过边下面没说边的嘞，下面没了，我那边走到跑路过来边了。我以前隔天呢，最主要你下面皮有下面嘛，主体里边嘛，价值所以呢，价值苦个点了，我不都我的他价值我来吃，俺们这过了都吃的过，也是里不吃个坡道了10只了，没着了10只了。我不都一直没过边多了说，就在里去过10个里走，因为我在上面忙忙，最主要的上面忙忙，这里边问题，因为我们最主要在上面忙忙，最主要是呢上面里边没大推他，而且不都把它提，可能都提，是提这个边我这过去，也是里不俺们最主要了不多了，没着了10个里了，我不都提这个边有弄了，有人呢不，我才有办法不啊今年，没过那块电视，一路边那块边过节了，因为啊今年没过。那比一路边那块，某些事啊，一那么过的个别，我呢在马术这边，一年马是，也是里边呢，没过那块比几天嘛啊，没过那块天，我昨天没过，你差个是有在这个是怎么了？再有呢，一路边过边过个，我们呢过的天嘛，我的也没，因为这个天路过的天路比有完事，没过那块有天路，因为呢下面上嘛我路都俺了，我啥吃过俺了，我啥包装嘛手里都俺了，别嘛有嘛事。我不都走的不路嘞，我那在马术这边嘛，
也路边过古家嘛，人家过的点嘛我，我过年过点嘛，他们人无啥一包着嘛，无啥女人家过点嘛我来俺们十个了，好多嘛不都十个了，我来俺们我的地个嘛不都，一不路边那过点个嘛不都，他们人过，就me过别多了个呢，啊咯，就me过别多了嘛，人下面怎么嘛啊咯，下面怎么个个呢是啊？我的爹嘛手里头呢一路比过古家了，这里嘛个条，我不都，俺们啥子被例子过，在一娃阿今年哈子都这些例子是例子哈都这些多了，阿拉半年一娃在出家嘛哈落地过比一节都够，一娃落地过比一节多嘛，怎么呢？一娃在出家嘛，我是落，一是里半年一节都跟俺们嘛是，技术俺老被一娃嘛是，落地过嘛呢技术俺老，哈利路亚。你理解过呢？学过了，落地过比一都根本不大行啊！哈，落地一都没了，他妈年下面怎么了？别忙我些，这几百年一都给你加过过台下面没忙啊！哇，一居民过比多了台里，有我下面没了嘛？我是，我那个民加过过学过了嘛呢？不多嘛，忙着嘛过比，好了，下面忙没别么急，最主要的下面忙没别么急，俺们这个子都破了没？你去过学过了你有啊？普通你下面忙没嘛别的，忙啊了，我不都最主要在下面忙没别提里他家中午的指标性。结果是里边呢，普都是最主要了，最主要是马家了，马家是写了历史过，要的就介绍了。不然俺们下面怎么了？别知道不了，里不掉了。不然俺们你这边嘛，带我上马尼坡，马尼坡嘛，他妈呀，下面么个呢，一直没过别多了，在下面没了啊。结果普都嘛普都马尼坡，他妈这边带了马尼坡，这边呢普都嘛吉嘛上面，一普都大出，普都出点是这样，这边呢普都嘛。要么起码得嘛是普通介绍没装啊，我那个没普通了，普通嘛地方呢，普通嘛做，普通鸡嘛做，普通嘛呢嘛鸡，比普通点嘛过去做的呢，我啥嘛你破了，我是普通嘛鸡比普通点说代理是怎么忙啊？你这边过别好多了说啊，今年离去过事故的走，我你他妈家有下面没了完呢，我的这个哈子都提些了这个，哈都提些了多了啊。对吧？嘛，你父母手里头呢有点力气过，多的怎么了？你下面怎么嘛比几个个呢嘴边嘛他妈的马着子母的那么，那没有花起大几嘛？咯，你比如说理推吃的这个有，弄都有了。我哩你阿妈阿咪嘛那罗嘛过提习过，绿个是嘛就子那么，那个嘛过的哩那么，有写出来。你比如了昨天那个嘛过的哩那么。晒出来，别问伢行啊，他跑多了不行，嘛跑多半年，侬在屋啥里嘛忙着，侬在你家姑姑嘛是子，我在屋后那姑姑吃样，那姑姑嘛过头里，把那我特别是，我你那姑姑头了嘛，伢下面么忙啊，你去过嘛是姑里子那么我，下面么那么有晒出嘛把那来，啊，你那嘛也不，我不都妈咪他妈在屋底嘛跑完里那么呢，可要讲嘛。俺们这边呢，妈咪提子在这提子里，就是普通点嘛装啊。像外头某个的土瓜呢，花里说在那，我里下面土瓜比一点里干米马师傅个，我在一年里边，马师傅个边嘛在一碰嘛过，在这个呢，花里说边嘛在一碰嘛过，我不懂你，花里说在里马师傅个，嘛花里说在那师傅个我，这里边是你，都接头啥子你推啥子嘛在这块说是。我在吃素在我里一米的我里不大嘛，我比师傅跟我对，马师傅跟的大，但是你哇马师傅跟外面在一马配掉，马师傅跟外面在遇到是你他说师傅跟了外面里妈咪提这里这个那么个理解，俺们里有过妈咪这上面，因为我在视频我在装啊，我里咋讲啊？我你花里说外面家忙啊，花里说外面嘛4排说东西，4排说呢明年带花了，那我你不付别的。4排说了1万头，是出去啥子过里边掉了。我人明年过第二天生啊，啥节嘛问我嘞俺们他家啥嘛？你不付别的嘛？我人明年带花了别了。我在花里说在哪我嘞嘛师傅给我在花里说嘛，花里说听4排说，在地方头我听我这个花里说艺术技术在技术呢，艺术花里嘛过白没了。我不是艺术在技术里花里说我是艺术在技术在里嘛师傅给，这里边到些。我来俺们马师傅跟我们只花了是你弄的师傅跟了我弄马花里台没是你妈咪提子的花因为到是你我提子的一里花是在提子的花是我们的这个嘛提里一点，地方头我提我这个明年的花里说阿妈了，
耶稣伢我啥病啊？老为技术忙啊啦。我呢，这是妈咪马天是啊，面装啊，听么讲？啥点啊？没事些投资的就是字幕啦都马天忙啊，就讲面里子那么么个里子那么，我啥别个点哈里嘛，不别个里子那么，妈咪不听么呢？妈咪马早都听玻璃别过来别，见到子那么对嘞，啥点没过来个里子光啊？我个是啥推？我这关呢？我来说，干那我来不是非得那个了，我是下面头我一米的，我另外米马师傅个，我爸爸米的挂比，木瓜子都不米的挂米，一米的我认我，我来的挂，人家花来说在哪个的，花来说嘛啊，是不是说俺们嘛首先，花来说人家用啊，花来只说米用啊，对不对？这投资就是你是投资来破的啊，我不都去投啥子你投啥子关呢？莫西嘞，以色列拉错不？是那我机器提过，西安你这边不是你五都提点嘛？不都我啥嘞？一出去的时候，我在马个个半年，一出去的时候，我不都我都火速木西呢，我啥发现一是里不比个，可以加点。哎，妈咪，这次你是挺怎样得了？可能我妈咪怎么啊？而且不都忙啊不的，多几头啥次你推啥次呢？木西嘞一是里不比可以加嘛的可能。啊，说某个都投关呀，花里说艺术加工啊，是我关呀下面投啊，啊，我们多去投啥次你去，关了你下面投嘛啊，嘛你弥补投啊，弥补投啊比下面投嘛，谁来不咯？你那么严呀？我来啥次你这样我说的某些个也的，俺们那里有我最大个个，你写了嘛是，嘛俺家那里不大嘛投，我比我米的师傅个，哎，弥补投我些，下面投嘛我些，比我那点低了白了。啥子瓜？我的师傅啥嘞？某些在这里边了。阿妈我在前半年，我头瓜比阿妈咪的我师傅跟我，结果下面头边嘛得了，你那么严呀？我你妈咪在体制里体制花是得了，过你些说哈里不你嘛是也不得就讲面里怎么妈咪叫什么？结果下面头里嘛不得弥补头里不多些。阿妈我在前年我头过比阿妈咪的师傅跟我的嘛，因为下面头嘛我是，过来俺们一样，我都嘛生活不都说在俺们我都嘛是指那么样，下面头在伢弥补头在伢下面头，这里比嘛姑姑这里搞啥嘛在路嘛，俺们霹雳屁股加速，妈咪加速就伢就嘛的下面头过比师傅跟俺们去白的嘛的，那初步呢，后来是你我嘛的跟哪接受过讲，我呢我嘛的，我嘛哪接受你。现在但是那时候就在我这个，啊，某个都头啥天我这样，下面头啊，多几头啥子你推啥子呢？下面头嘛啊，我那弥补头啊呗，我不都下面头呢来挂着，下面头我们呢马师傅个啊，你那么严不？我不都是话一说嘞，下面头我们呢来挂着，下点说米，下面专门说米，哎，我在收到那干嘛了？是吧？一说嘞，这都不代表个吧？我。这都不呢，你是只有支付，可是你有为那天，这不艺术的有啊里边，年名我弄这么的错了，那是艺术的嘛个了，我在是会说的有啊代表个嘛，你伢弄我这么的错嘛，问你他个吃，弄我明年木瓜的是我不大嘛，问你个吃，哎，他妈的你下面怎么名我，你那么严不？路卡头吃去你吃这个，啊，弄我明年木瓜，我不大嘛，问你铺白了。哎，这他妈下面头人家木瓜不当不都你发忙吗？我你路个头你吃他妈你吃他妈呢？下面头啊了，木瓜不当忙啊。就人木个头你吃这瓜，老年代这瓜头不米不当嘛头不你不装啊？哎，木个头吃你去啊，你吃你这瓜。其实有人家今天没这关系，差点嘛在我没事了，我的舌头里的去割了。我头里皮革嘛的嘛，头一堆一体里带米皮革了，哎，这个你理解了，一堆里边嘛呢，衣服皮大嘛嘛啊，或者是头里带皮革了，那么什么呢？头体里啊，在头一堆体里带米皮革了，什么呢？你里体里啊，我领养下面头啊了，对，一堆体里什么呢？下面头啊了，头里带皮革了，那么什么呢？米不头啊，我你米不头什么呢？多几头。啥次你去啥次过，阿妈哩我在吃个呢，我不大嘛头，我比1米的师傅跟我讲，阿妈某个都吃你去，
我米不头嘛，三十米的不大嘛，这你们这么，头一个体力的米皮割了，我们年三面头了，三面头这么年，俺们某个的头我啥这么我这个三面头这么了，我是伢说，路卡头是这么你这个，莫管的是管那米五莫大嘛五你铺干嘛哩？这三面头这么年，师傅干嘛三面嘛？是过嘛我们带哩，30米过边。忙着是谁的米光师傅的，另外研究。他说结果了都是去给这个边我这个去营业的，你去过事故的是民营性啊，下面头过比师傅干。我那边有在下面忙没办到了，有那边的连下子都提实力，这是哈都提实力多了，哎，那么在比过那干嘛？我说你们可以啊，外面是过那了，是什么哈？在你们啥里什么最主要了干嘛过？有你们可以去。加了故事，那么说，今天是什么嘞？假子你听你干的听你，听几干的听听，父母老师，我啥别个，姐嘛，哈利波嘛，这叫么叫生意？皮也嘛做下面的，我啥点过胡吃呢？我啥一哈利波嘛别个面，这个巴拉子，阿妹。